蔡瀾去世第4天被扒黑歷史，逼15歲陳寶蓮拍3級片，97年私密影像曝光，真相大白太驚人。蔡瀾走了，帶着一肚子美酒美食，留下經典語錄和61段情史，引發緬懷和熱議。作為香港4大才子之一的他，83年的人生如同一桌滿漢全席，有人品出之美，有人質疑太油膩，而蔡瀾的晚年看起來則更像一部荒誕劇。蔡瀾臨終前清空家產，住進頂級豪華酒店海景套房，月薪50萬，雇8個人的保姆團隊全方位侍候，其中有秘書、助理、醫生、護士，還有管家和司機，另外還有2名印尼工人，分別管理他的健康、起居、出行以及瑣事。雖然無兒無女，但他晚年卻活得比誰都瀟灑，並稱錢花不願才是失敗。面對死亡預告，蔡瀾一邊笑嘻嘻地辟謠，未至於病危，一邊立了遺囑買了骨灰櫃，還計劃開一場死前派對，捐上億資產救助流浪動物，被讚人間菩薩。可轉頭就被扒出黑歷史，憑借3級片起家，著名艷星因他逼迫而跳樓，有人怒罵他是老流民，也有人追捧他為真性情。總之悼念貼和扒皮文齊飛，前一天還在轉發他吃好喝好的金句，後一天就有人翻舊賬，指責他沒有道德底線。這大概就是名人的宿命，生前被消費，死後被解剖。6月27號，身為香港4大才子之一的蔡瀾離世。一開始全網都是悼念之詞，因為他的一輩子抵得上普通人幾十輩子。很多人羨慕他，是因為不能成為他。沒想到的是，就在他去世4天後風向突變，他的黑歷史就被媒體扒了個底朝天。如果說起初大家懷念他的美食隨筆、風流蝶事，現在熱搜全是蔡瀾逼未成年拍3級片，蔡瀾拉皮條、蔡瀾淫亂派對，網友們見此直接炸了，這哪是什麼才子，根本是披着文化人外衣的禽獸。而在這一系列的黑料中，最讓人憤怒的，當屬他和陳寶蓮多年前的糾葛。陳寶蓮是誰？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知道，但很多70、80年代的網友都清楚，她是90年代香港風月片女神。可惜她的人生太淒慘，她的名比黃蓮還苦。陳寶蓮4歲時父母離異，她跟着嗜賭如命的母親生活。15歲年陳寶蓮被親媽騙去拍3級片，並簽下埋身契，步讓陳寶蓮一脫成名的燈草和尚。監製正是蔡瀾。陳寶蓮盡早前以為拍的是正經電影，結果到了片場才發現要全裸出鏡，當場崩潰大哭。蔡瀾怎麼做的？不是安撫，而是冷冰冰甩下一句合同簽了，不拍就賠天價違約金。一個15歲的女孩在威逼利誘下被逼完成拍攝，從此被釘在艷星的恥辱柱上，再也沒能翻身。更惡心的是，蔡瀾不僅逼她拍片，還把她當禮物送給圈內大佬玩弄。陳寶蓮後來被台灣富豪黃任中包養，對方承諾幫她轉型，結果玩嚟了就一腳踢開，她精神崩潰，染上毒癮，29歲跳樓自殺，留下一個生父成迷的孩子。蔡瀾卻從頭到尾沒站出嚟說過一句公道話，反而在節目裡笑嘻嘻談風流往事，彷彿被他毀掉的女孩只是他人生中的一段調味料。除了陳寶蓮，蔡瀾的烈焰名單上還有更多名字，很多都是耳熟能詳的女明星。隨着蔡瀾的離去，他1997年的一段私人錄像再次被曝光，當時的他身邊美女如雲，很多人主動投懷送抱。此外，他還帶着舒淇、李嘉欣、
陳化蓉等女星去非洲打獵、塞納河遊船、日本泡溫泉。據說她表面是和他們進行文化交流，實際被爆是淫亂派對。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娛樂圈黑幫橫行，資本和權貴相互勾結，女明星名氣再響，也不過是權貴的玩物。比如靚絕五台山的藍潔瑛，就是被兩個大佬玷污，才導致精神分裂，落得淒涼下場。爆料稱蔡瀾當年遊走於黑白兩道之間，一邊頂着才子頭銜寫美食文章，一邊把女藝人當商品交易。而曾志偉就憑借蔡瀾的勢力，凌辱了諸多女明星。舒淇18歲被逼拍裸照，李嘉欣捲入富豪爭寵戰，背後都有蔡老登的影子。雖說也有人站出嚟為蔡瀾洗白，個年代都這樣，不能全怪蔡瀾，但更多人認為話不是這麼說的。同樣是港圈才子，金庸寫武俠弘揚俠義，王作詞豪氣干雲，倪匡寫科幻腦洞大開，唯獨蔡瀾的才華被批傳用在吃喝嫖賭上。而且蔡瀾自稱交往過61個女友，晚年還炫耀想要更多女朋友，把物化女性當作風流韻事。不僅如此，更令人感到諷刺的是，蔡瀾晚年變賣家產住豪華酒店，僱用的8個生活助理，個個都是美女，其中2個還是母女，美其名曰享受人生。他直到生命最後一刻，都沒對自己傷害過的女性有過半分愧疚。歸根結底，陳寶蓮的悲劇再也沒法挽回。蔡瀾是個親手把她推下深淵的幫兇。舒淇把脫掉的衣服一件件穿回來，李嘉欣嫁入豪門成功洗白，唯有陳寶蓮連掙扎的機會都沒有，以最慘烈的方式離開這個世界。因此，離去僅4天的蔡瀾，才子面具被打碎，露出的是一張油膩而猙獰的臉。所謂風流，不過是特權者的遮羞布；所謂才情，掩蓋不了骨子裡的冷血。我相信任何人都有兩面性，蔡瀾也不完美。我也特別能理解，有些網友跟風罵蔡瀾，不只是罵一個人，更是罵個吃人不吐骨頭的時代。只不過，真小人比偽君子好，至少撫養無愧於心。對於放蕩不羈的蔡瀾，是否逼過陳寶蓮，我持懷疑態度。陳寶蓮是1973年出生的，參選亞姐時17歲，她是落選之後才被看中，專意去拍3級片的。如果一定要說有誰逼她，肯定是她的母親首當其衝，這鍋不應該蔡瀾背。只是我更相信，蔡瀾對此是無所謂的，他早把生死都看透了，更不會在意一些流言蜚語惡意抹黑。蔡瀾曾說葬禮是活人的面子工程，於是他連親弟弟的葬禮都沒有出席。如今全網炒翻天的架勢，更像極了他監製過的狗血劇。這些喧囂對他而言，貌似還不如一碗豬油撈飯實在。畢竟他早就說過，人生苦短，先吃甜品。著名作家、美食家、電影監製、主持人蔡瀾先生於2025年6月25日去世，享年83歲。眾所周知，蔡瀾曾經和金庸、王、倪匡被稱為香港4大才子，噩耗傳嚟，瞬間輿論譁然，眾多好友紛紛發文悼念。然而就像先生不羈的一生一樣，以這樣的方式與世界作別，很像蔡瀾。一切都有徵兆。2023年，蔡瀾的妻子突然在家中浴室摔倒，當時已經80歲的蔡瀾，慌忙中也跟着摔了跟頭。蔡瀾不顧自己被摔得天昏地暗、頭腦發懵的狀態，一心直想救回老伴。然而救護車還是晚到一步。蔡瀾跟着老伴被送進醫院20分鐘後，老伴被宣告死亡，而蔡瀾卻在醫院住了足足2個月。
2年前老伴的離去給蔡瀾的生活帶來巨大改變。出院後，蔡瀾再不願回到老屋，他收拾行囊，變賣所有私藏，將些一生都視為珍愛的書法字畫送人的送人，變賣的變賣。或許從這時起，蔡瀾就已經開始在為自己餘生做倒計時。蔡瀾將錢財散盡，卻並不願意委屈自己的嘴。世人都知蔡瀾好色，但酒色性也。蔡瀾更貪吃。蔡瀾居無定所，時常更換酒店、公寓換着住，但是無論走到哪裡，蔡瀾身邊都有各式各樣的廚師鞍前馬後的照顧着。但是這期間仍有不好的消息傳出，有狗仔媒體拍到蔡瀾獨自一人住在酒店時落寞的身影，外界猜測先生經受不住老伴的離去，精神上還沉浸在痛苦之中。但先生的音容笑貌卻又時常出現在他的社交媒體平台上。粉絲看到先生，又發現了一道美食，看到他和粉絲又重新解鎖了一碗普通海鮮麵的另類吃法。先生總是希望讓粉絲看到自己狀態很好的樣子。然而就從今年2月份開始，先生的社交媒體平台先後沉寂無聲。先是小紅書上，從去年就沒有了消息，緊接着是某音和微博，都在2月份開始停更。直到4月份，又有媒體傳出蔡瀾重病，被送進重症監護室的消息。但不久，蔡瀾的助理就代替先生上了賬號，發布信息告訴大家他很好，希望大家安心。從此社交平台上就再也沒有了先生的消息。先生的真性情信息浪潮下，每天的碎片化信息佔據了大家太多時間。關於蔡瀾的部分很快被熱搜佔據，漸漸地粉絲忘了去關注蔡瀾，並非是把先生遺忘了，而是先生一貫的瀟灑和肆意的人生總給人以輕鬆感，彷彿吉人自有天相，先生自會逢凶化吉。我們都以為才子蔡瀾酒色財氣什麼都懂的先生，病魔和死亡一樣也不會找到他。且不知先生如今已經是耄耋老友，依然會老會病會死亡。這一次當大家都在期盼蔡瀾會突然出現在媒體平台，以一張笑臉以一碗小麵回饋大家的關心時，這次卻突然被告知離世的消息。很多粉絲甚至還在幻想，或許這又是一次那個不負責的媒體的謠言。大家都在等着闢謠，但卻遲遲不見先生的回應。等嚟的是已病逝2天的確鑿聲明，而且遺體都已經完成火化。先生一生肆意瀟灑，用盡全身力氣去寫遍天下美好的情感。他的情感化融化在《瘋人院》的影評中，交織在一個好人龍虎兄弟的影視作品中。先生還將自己的感情投入到吃喝玩樂的享受中，酒色財氣在他人眼裡是令人不齒的俗事，但在蔡瀾身上卻絲毫看不到無法登大雅的行為。就像《笑傲江湖》中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肆意，對人生快意恩仇，才能讓自己不留遺憾，去世不辦任何悼念儀式。這是蔡瀾給身邊人最後一次下命令。他知道閉上眼的一刻，他就沒有能力再去主宰自己的人生。然而在這一刻來臨前，蔡瀾的人生沒有被任何人主宰過。先生的一生是自由暢快的，因此身後事自然都是留給別人看的。快樂至上藝術人生，蔡瀾和金庸、王倪匡被外界稱為4大才子。然而在這4個人當中，蔡瀾卻是綜合能力最全的一位。金庸先生羨慕蔡瀾的風流倜儻、任性妄為。用金庸先生的話講，他筆下的楊康都不敢這樣過人生。王和倪匡因為倚天屠龍記不打不相識，從此酒色人生中由一人行變成了3人行。
三人行必有我師，如果真要論個師傅，倪匡和王必然將眼光看向蔡瀾，而他也為此樂意笑納。金庸只有在找靈感時，才會和這三個男人在一起，而這三個中年男人在一起時，除了正兒八經地創作，其餘什麼都談，覺得談的不過癮時，乾脆創辦了最大膽的訪談節目《今夜不設防》。上過這檔節目的都是港台數一數二的頂流巨星。關之琳在節目中直言不諱自己的愛情觀，張曼玉、周潤發、張國榮在節目中卸掉所有偽裝和戒備。這檔節目創下歷史新高，很多訪談類節目前來學習觀摩，回去後卻沒有任何人敢去創作，連模仿都沒有勇氣。當年有人說這三個人是港台娛樂圈最不正經的公眾人物，但是蔡瀾卻說人生快樂就好，要麼正經做什麼。在許知遠的13邀中，蔡瀾也曾表達過類似的人生信條。當許知遠談及外界對蔡瀾的戀愛觀評價，都是太不專一，因為蔡瀾信奉的快樂原則就是好則聚，不好則散。人生就是體驗，不要想太多。記得當時許知遠流露出羨慕的神情，這樣的瀟灑的人生，不是每個人都能擁有。即便是讓你照住全抄，也未必能有先生的熱誠。所以這時才發現，能否快樂不是告訴你方式方法，而是你自己的人生，你準備怎樣去過。2004年王去世時，倪匡悲痛，蔡瀾卻無聲。整個祭奠大堂內，蔡瀾用隨身帶的音響播放王生前親自作詞作曲的《楚留香》，歌中末尾一句詞，正好映照此刻先生留下的最後一句話：先生我獨行，不必相送。